政府上面嘅扶持，做嘢嘅嗰種積極嘅態度啦，資金上面嘅支持活力啦，投資人才招聘，政府亦都會比較重視啦，因為有農業啊嘛。以上呢啲關鍵詞都係佢哋選擇嚟廣東發展嘅理由。隨住灣區融合嘅加速，而家喺廣東工作創業嘅香港人越嚟越多，喺廣東居住嘅港澳居民已經突破咗20萬。東南西北中發展到廣東，點解呢啲香港人會選擇嚟廣東發展呢？我哋一齊嚟聽下佢哋係點講嘅啦。我係嚟自香港嘅施定浩，08年嘅時候翻嚟廣東呢度創業嘅。我哋係做呢個蝴蝶蘭蘭花類嘅品種研發嘅。目前我哋而家喺佛山呢邊咧，咁攞咗有10幾畝嘅土地啦，咁自己亦都起咗大棚嘅。我係譚志豪，係Farm 66資源嘅創辦人，亦都係呢度嘅行政總裁。咁我哋綠資源係做一啲農業科技嘅公司啦。咁我哋就針對性係種用貨櫃農場咧，流動嘅貨櫃農場咧去種唔同嘅植物。喺大灣區內地9市，有接近60%嘅外資企業係嚟自於港澳投資。佢哋選擇嚟到廣東發展創業嘅原因係咩呢？廣東咧嗱，我自己接觸落咧，就其實我哋政府部門其實都一路都好主動、好積極去接觸我哋農民嘅。咁睇有啲咩需要，佢都會主動去提出話要點樣幫手啊，幫佢解決好多問題嘅。香港嗰邊咧個地價比較貴啲啦，工程成本上面咧租金啊、人手啊各方面都係比較偏貴嘅。咁但係嚟到喺廣東省呢邊做嘅時候咧，我哋嗰個營運成本上面咧都可以降到30%至40%。咁第二樣嘢就係呢邊嘅人才啦，亦都好好啦，因為啲人才上面呢邊嘅製造業啦，包括喺研究上面啦，尤其是喺東莞呢個地方啦，咁好多嗰啲科技人啊或者係技術人員咧都比較容易揾嘅。創業唔係一帆風順嘅旅程，喺呢個過程中，經常會遇到資金、人力、場地資源等各方面嘅問題。為咗促進港澳青年喺廣東創業，廣東省對符合條件嘅港澳初創企業推出咗一次性創業資助、資金補貼同稅收優惠等支持。政府上面都好多支持啊，例如好似有啲租務嘅政策嘅優惠啦，有啲可能係免租1年啊咁樣啦，咁有啲就可能係嗰個人才嗰上面嘅招聘咧，上面都可能有啲扶持俾我哋嘅，即係可能投嚟碩士生或者係博士生入嚟的話咧，佢相對都有啲即係10萬、20萬嗰種扶持咁樣啦，咁亦都有啲住宿嘅優惠俾我哋嘅。咁都政府都幫我哋安排晒好多嘢，尤其廠房啦。雖然佢哋未必有好多個廠房，但係佢亦都幫我哋去揾，咁就去揾一啲相宜啲嘅一啲廠房嘅支持啦。好似呢度個大嘅廠房都係佢哋幫我哋揾㗎啦。政策上啊，跟住我哋而家一個市場環境啊，其實都比以前係提升好多嘅。咁其實而家再過嚟做，其實我覺得係都好適合嘅。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發布5年嚟，交通基礎設施加速互聯互通，1個鐘生活圈逐步從發展願景變成生活現實。香港人雙城工作模式、定居生活喺廣東嘅現象越嚟越普遍。首先啦，我翻嚟之後咧，其實就亦都喺佛山度識到我太太啦。咁而家我嘅小朋友都喺呢度讀書長大㗎啦。咁其實我都已經係半個佛山人嚟㗎。其實香港同廣東咧，本來就一家唔分嘅，因為包括飲食習慣啦、講嘢嘅語言啦、大家嘅作息啊，其實都差唔多嘅。所以其實我哋會喺呢邊咧係會比較適應會好啲咯，即係而冇選擇其他省份。因為當時我哋其實都全國走咗一轉㗎啦，咁都係最後選擇留喺廣東呢度嘅。喺香港過嚟呢邊1個鐘，都我可以嚟到廠房㗎啦。咁呢邊嚟講就個高鐵嘅網絡上面交通方便咗好多啦，咁就係令吸引到我哋過嚟呢邊做嘅。咁其次就係講真呢邊嘅生活圈啦，生活圈呢度好多大型商場嘅，好多美食啊，一層過都睇到晒，即係同香港一模一樣。喺呢度生活上面咧，即係唔需要擔心衣食住行呢幾樣嘢咧，都係喺廣東上面都已經好成熟㗎啦。咁吸引到我喺呢邊留低去繼續發展。嚟創業之前咧，首先要多嚟幾轉走走，因為其實一定要實際嚟感受過呢邊嘅風土人情啦，呢邊嘅活力啦，呢邊做嘢嘅嗰種積極嘅態度啦。如果有啲青年係想喺廣東呢邊咧去創業發展的話咧，我會建議咧佢哋可以多啲去接觸咧
香港嗰邊嘅科學園啊、數碼港啊，或者係一啲工商會裏面咧，佢搞好多嘅活動嘅。咁當中咧會係認識到好多內地嘅或者係廣東嘅一啲政府部門啊，或者係一啲機構咧，佢可以幫到你手咧，就攞到好多經驗咧，俾你入嚟嘅。